个节目就要开始咯，请大家把手机啊来关静音。欢迎花坛乡乡长李成泽李乡长。 欢迎花坛乡代表会主席罗世雄罗主席。欢迎县议员罗暗中罗议员来开始。欢迎市民代表庄生汉庄代表。欢迎。 过年吼，咱今年关怀公教基金会咱的首当首长吼，甲咱所今日参与演出，咱的合唱团的成员，搁咱的姚义定嘛，咱的姚之正吼，搁来就是咱的代表的咱的大世雄主席、李启水代表、安中议员咱秀芳吼，几位的咱的主任吼，庄生的主任，所有乡亲吼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 我想在开始把咱三日礼拜四休困，大家困到吼，嘛非常感谢欢迎大家来到花坛图书馆参与吼，咱今日关怀合唱团来咱遮演出，关怀合唱团是这几年吼，咱知影关怀公教基金会长期推动致力就是咱的台语文的流传吼，保留，所以呢，逐年拢来咱遮办咱的台语演讲比赛。 互咱祖先世世代代吼，语言会当希望会当搁延续落，会当搁传落。所以呢，对咱吼台语的咱的老师吼保存吼，延续非常出非常大的力吼。真正使人敬佩，非常。即个邀请咱的关怀合唱团搁关怀合唱团搁剧团的，今是咱的合唱团吼，来遮演出。我想吼，其实咱就逐礼拜拢拜。 比如咱逐礼拜年吼，礼拜一届啦，拜每礼拜我就邀请大家拢来参加来参与吼。这有美的旋律吼，个有美的，咱咧唱咱咧会使讲真正嘛是咱的民谣，拢耳熟能详的歌曲吼。会当非常真感动人的心吼。来，那市政顾问陈东颖也欢迎你吼。来，所以呢，希望讲真正吼，大家慢慢欣赏吼，希望讲大家好一个。 今日有一个愉快乐的礼拜天的下午了哈，所有的团员哈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合唱团下回音乐会正式开始，一开始咱来欢迎关怀合唱团，团长是周清耀委员，指导老师是林家武老师。 关怀合唱团是周清耀董事长伫2012年5月来成立，结合喜爱音乐的团员，伫每礼拜暗时7点半做伙来唱歌，以优美的台语歌谣为主，会当疏解影响时的辛苦甲压力，嘛会当享受到音乐，定定举办演唱会，深入社区来交流，对台语甲音乐的推广用。 爱心来推上乐意。现在，咱就是用上解热情的歌声来欢迎合唱团的第一首歌曲《问参衣》。
为期今天的星，现在邀请咱现场的贵宾来宾，甲咱的手机啊内底手电筒来有真好的成绩。即马，互咱就来看做一只一只的花球棒，啊天顶上闪烁的迄条星。 我
欣赏，共最无惜。过来由欢迎黄谦顺、吴明峰、谢文亮、李耀邦、李洪洲、杨建业这个男性团员为咱带来足好听《邦桥查某》。
第首歌叫《CF 纪念歌》。咱再次用上热烈的呼声欢迎 CF 合唱团。要甲大家介绍，这首歌真特别，因为呢，阮的团员呢，因家己写歌词，吼，用这个歌词来纪念讲，阮这个合唱团的成立，所以这个歌词真特别，大家听看啦，吼。 我
歌词写得写啊真水。本来咱继续来欣赏第3首歌曲《脚踏车》。邀请大家贵宾，咱来响唱，大家听我同齐唱。
遮尔精彩的演出，嘛感谢指导老师林家武老师。2014年，由林义凯老师来指导，成员拢是一群真爱音乐的青少年。伊会每礼拜六下晡利用假日时间来练习，毋但是学习陶笛、合奏、独奏，而且每一个学员拢来学习键盘的演奏，互音乐真正进入因的生活当中。希望透过大家拢熟悉、有够听过的音乐，来带予大家无同款的音乐感受。现在，咱就用上届的前的鼓声来欢迎齐飞陶笛乐团。
头拄仔这几条就是咱这个邓宇贤老师的4条歌，哦，我把它串在一起，它变成舞曲版，哦，就较紧的迄个节奏，哦，4月望雨，这4条歌应该拢真熟啦，哦，真熟，啊，因为无人唱，所以我就感觉较无 feel， 安尼咱唔知。啊，下一条歌的时阵爱较有 feel 的，这条应该真侪人会晓唱，啊，若袂晓唱的，嘛无紧啊吼，我唱了。啊，这条叫做《黑狗兄》，好声甲鼓励，谢谢。
谢旗飞陶笛乐团，感谢林立凯老师。我走，来，其实吼，我讲吼，学音乐是，因平常时伫厝门吼，拢无咧讲话啦，拢用笨的，吼，再来这两边吼，徛两边这。好声欢迎关怀合唱团继续为咱演出表演，感谢。甲关怀合唱团同齐演出。
早尾已经等甲天光咯。生命紧紧地过去，亲像这尾失去生命就过去。讲起来，咱大家拢爱把握现在，唱一首永远唱的歌。亲像我的
中华人，咱对咱家己的土地了解有偌济咧？咱中华这首歌写出对咱家己土地的关怀甲疼痛。现在咱就用上解疼痛土地的心情来欣赏这首《咱中华》。各位，咱大家拢是中华人，我相信大家对中华有真侪的感情，所以咱想中华，包括咱的地方。 包括咱的物产，包括咱上水的台湾话，就甲刻伫这首《咱中华》。这首是由我从兄弟甲刻去做伙，特别由咱透过迄个指挥林义凯老师，伊讲咱来用这歌好唔好？你想好啊唔好？好也唔好，好也唔好。伫迄个内面，恁看迄个咱的词，咱大家师傅先。 头前唱简单念一句就好，然后大家做伙唱刚好。因为中华人，我想拢爱会晓唱。而且吼，咱中华乡长对咱本土、对咱的百姓、对咱中华足用心，所以吼，我唔敢无写着花坛啦。唔知有无？恁找看卖花坛有啊无？花坛安怎？万里长长啊！ 所以咱请会团乡长起来小念一个，敢好？好唔好？好哦，好来，乡长请。请。书里有无？咱大家歌谱，恁迄本册内面拢有吼。讲了啦，咱中华旧名叫半线，有山有水，人文雅，一府二路三万甲。 古早甲今有名声，南来北往山海线，拢爱经过咱中华。北我山顶有大佛，落水溪边好田园，鹿港梨花满市街，好米树园好读册，四行车库玻璃庙，独一无二爱保守，溪湖葡萄甜蜜蜜。 花坛万年香香香，梨林柳丁圆滚滚，大城西瓜红红红。做伙念了溪州板仔切切切，田尾花蕊水当当，福音牛奶香讲讲，粉圆米粉 Q Q Q， 鼻头鼻仔飞出出，黄金蚵仔青青青，线西海产活跳跳。 新港有名是蒜头，物产丰富人欣羡，男女老幼乐安宁，百姓朴实真拍拼，企业成功占头名，鞋仔袜仔脚踏车，世界第一上市行，本土语言主流化，祖先文化咱来传，殊荣工商照感心。 武艺保存咱责任，正人牵手向前行，国际发光好名声。谢谢。咱中华好吼，拢来写咧，而且吼，即咱企业嘛真好吼，所以呢，感谢咱咧，甲即张咱中华，因为咱咧，迄台咱唱啊真红，咱一条会当唱啊看比较红吼。咱代表中华歌。 咱
对啦，哎，你想哈，你想这不是我，这不是阮安排哦，这是阮的知音哦。你看了就好，你跟我一遍，拜托的。来，今仔是来他哈，好来，安可曲跟我遮久的。我搁看到十晚的老师伫遐，该起来翻看一下，这是咱真优秀的台语的。You
了。